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19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头起先先来关心咱国内疫情的消息。昨增加6个带病入境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但是中共9月20了后，还是会先依次2级防疫警戒。中秋的连假若出去佚佗，防疫都要会给你做好。另外9月20就要开始医药注 BNT 甲高端疫苗，10月份开始会开始注流感疫苗。但是中共若要注流感疫苗，就一定要甲新冠疫苗至少让7天以上。中秋节要到，国内新冠本土疫情也传来好消息，18摆6本土病例零确诊零死亡。因为疫情缓和，连假出去佚佗的人真侪。指挥官陈时中提醒，一定爱挂好喙安，保持社交距离。若讲引起相关传播，不排除加严防疫。目前偏向9月20以后维持2级警戒。也不过部分项目会搁放宽。如果引发了一些相关的社区的一些传播，那可能在9月20号，那可能就会有加严或各种的可能。针对桃园女员工盗被事件，经过全基因定序了后，发现甲国内屏东桃园、甲新北三大德尔塔群组感染事件拢无同。目前锁定41个个案捌伫经过的中东西亚的航班进行比对。序列比对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是跟这个我们境外一路从中东这边中东西亚这边进来的个案的序列最为接近。清消过的航班有从这个中东西亚这边回来的这个确诊的病患。伫新冠疫苗注射的部分，指挥中心宣布第9轮20开始有效，25 BNT 开始注，27高端开始注。第9轮甲第10轮拢注 BNT 甲高端。拄啊到货108万剂莫德纳疫苗，主要提供予65岁以上的长者做车主第2剂，无开放平台有用。BNT 当然就是如果到的后更顺利的话，那我们当然不排除再持续再用年龄层再往下开。除了新冠疫苗之外，接落来10月阁要开始注流感疫苗。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有632万剂，但是中提醒，新冠甲流感疫苗两方面做的时间至少各7天。COVID-19 的疫苗跟流感的疫苗2种疫苗接种间隔至少7天。那确保这个也要跟疫苗接种前要主动告知医师疫苗的接种史。另外，中型技术群组事件因为无增加病例，各相关隔离者追踪期满，采检拢是阴性，所以指挥中心宣布结案。对于民众敢是下当自费验抗体，指挥中心22将开会讨论指引。另外，指挥中心宣布喙暗是命债，网络超商贩卖通路运作到第44轮了后停止，也毋过药局通路会继续维持。记者综合报道。所来，咱来关心疫苗的消息。台北开放75岁以上注过头1档莫德纳的人，会当线顶预约注第2档。不过，才打开放10分钟尔，都有万多人相继来登记。另外，中秋的假期了后，会开始去学校甲学生注 BNT。不过，23岁至50岁之间的民众，却是 BNT 甲莫德纳这2种疫苗所要拢无通注。台北市副市长是拢认为讲，是疫苗无够价的原因。台北市18开放已经注过头1剂莫德纳疫苗的75岁以上的老人，伫网络预约第2剂莫德纳，才开放10分钟就1万多人来登记。台北市长郭文铁讲，1999卡个憋气啊！1999从昨天到今天几乎被打爆了，10分钟就11000多人登记了。到下午2点我看已经有22882人进来登记了，那95个医疗诊所已经满额了。郭文铁强调，因为中央是按照户籍来分配疫苗，所以讲这摆以设置台北市为优先。而网络红人视差猫伫注射高端疫苗头1剂了后，到核心诊所家己自费验抗体。指挥中心讲，即阵并无开放民众自费验抗体。台北市卫生局也去稽查，会依法来开发。医疗法21条、22条是有裁罚5到25万的一个办法，他没有获得许可做自费检验。那当然就不能做，那社会更不应该。中秋假期了后 ，BNT 疫苗特别伫学校内底开始注，台北市15万名注册学生，有95%的家长同意。而看一了23到50岁中间的青壮年，无莫德纳也无 BNT 应选。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甲新北市副市长刘浩联拢认为，问题是疫苗无够。
正拄到中秋假期，因为幼儿园互相烧话案件，互隔离的新北棒球大楼住户只好用视讯方式甲亲友来见面，因为规定真严格，无少送到检疫所的包裹也是餐点，毋是互拆箱来检查，就向拒收，引发真侪民怨。宅配的这个物品，它来了以后，它没有办法配合检查，所以呢就会被退回。那至于呢，这个房间内呢，也是基于安全的考量，所以不能够有像刀子啦、像打火机啦这些哈。新北市卫生局长陈润秋解说，这是基于安全甲防疫考虑，会有一定的限制。若是无方便的所在，检疫人员会尽心来协助，也呼吁民众多多包涵。政府也继续来检讨甲改进。记者综合报道。不少民众趁中秋的连续假期出去行踏，各地是拢出现济人阵。台东赛去绿岛的船仔是交通客满，累计有3000人坐船仔去绿岛佚佗。另外，伫花莲、小琉球、垦丁、合欢山、甲鹿港等等，这观光景点人甲车嘛是规个拢叉。船体走右手边，有船票的走这边。海巡人员无用咧疏导乘客，天才大光，台东富公渔港就出现人潮，准备要坐船前往绿岛。码头边拢是人，连假第一天绿岛客至大批的观光客，船公司表示18有计开15个船帮，以8成载客率来算，大约超过3000人登岛。也阁有南台湾的东流线，透早也客满人要到小琉球。当然，看人潮巅峰的时候，我们会立刻加班。业者讲，若提早1点钟营运，也缩短到20分钟，就有一帮船。预估将有1日2万人次登岛。同款热门的垦丁，水底了路大早起8点到车流上塌，警方赶紧实施调拨车道。车多的时段应该就是在早上的8点到中午过后的14点哈。同款是热门景点的花莲，除了塔楼过的车位真歹找。唱国区的玉里也客满真济，食面点的游客未少人，搁较实来遮赏金针花。到下昼2点，立石石山甲赤瓜山拢涌入600至800台次的车辆。目前花况也大概剩5成左右，那也请上山的游客依照警察的指挥。今天来有塞车吗？昨天就来了，有塞，有塞。那中台湾南投的武岭停车场透早都满啦，另外包括昆阳、合欢山游客中心停车场也全满。中华鹿港也有不少民众来一抓文化之旅。除老街以外，还有很多的新的景点啦。如果来逛逛走走，真的也是不错啦。因为这是防疫降级了后的第一个连假，民众把握时机出去佚佗。估计连假的第2天将会达到人车的最高峰。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受到疫情的影响，走私毒品的集团即嘛是上空上芳，佮用各种的方式来走私毒品。尤其伫个要寄的包裹内底藏毒品的案件，即嘛是大增加。这长期以来拢是由调查局伫个侦办的。对9月1日开始，交予警政署来负责。有人认为讲，这可能甲进前调查局的组长负责侦办，竟然佮内神通外鬼，偷卖1亿6000万的毒品有关系。过来是《自由时报》，澳洲、英国、美国结合做新的安全动化燃料了后，宣布无要买法国制造的12只插电动力的舰舰，改买由美国甲英国打造至少8只核动力的舰舰。法国一个知影了后是心狂火道，总统马克宏决定随调回驻美甲驻澳洲的大使来抗议。这嘛是从1778年以来，法国头一届调回驻美大使，因为美国甲澳洲是表示遗憾甲理解。上尾是联合报，环保署限制用塑胶的政策，今年是第20年，因推出的自然分解会当摕来熬培天然的塑胶，侪店头正慢慢都有在使用。联合报甲民间社团做实验，就发现讲，自然分解的塑胶粒啊，经过掩埋甲泡入5个月时间了后，要是规张好好，一点仔都无变化。互人质疑讲，敢是真正会自然分解的塑胶呢？中秋了后，要伫学校甲12岁以上的学生注 BNT 疫苗。卫生就表示，外国有研究讲，注 BNT 了后可能发生心肌炎，不过比例是真低。17暗时11点半左右，咱国家己买108万剂莫德纳疫苗，将由华航运到桃园机场，后续会由药署来进行检验，最后提供民众来注第2剂。由最近新北幼儿园爆发互相烧话感染，而且拢是传播力较强的Delta变异株，互家长是真烦恼。
有意思讲，虽然是囡仔甲少年去为着新冠肺炎，大部分是轻症还是无症状，不过有机会发生多发性系统发炎症候群，像是川崎失症，若是较严重，可能会有心肌炎，也有昏厥甚至死亡。这个症候群甚至会并发毒性休克等等的相关表现，这就是类似我们儿童之前的川崎症。为了降低青少年去围着甲传播的风险，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下礼拜开始会伫学校为12岁到17岁青少年来注射 BNT 疫苗。不过，医师提醒，国外临床研究显示，注射 BNT 了后发生副作用心肌炎的机会是164%，尤其是以少年的男性较多。12到15岁的女孩接种第2剂的 BNT 疫苗，它发生的几率也只有13%。但是新闻上的数字当然就是挑最大的，就这个100,000,162，男孩12到15岁接种第2剂。数字最大的。医师强调，青少年注射疫苗甲围着风险来比较，好处也是比败处较多。若是讲注射疫苗了后，28天内底有出现胸坎痛，也有心肝皮肤彩，也是真喘的情形，爱赶紧予医生看。也建议青少年注射了后，爱加啉一寡水，避免剧烈的运动，爱休困。记者综合报道。伫云林有一间药房，顶个月对越南进口400支无经过核准、中国制造的快筛试剂，而且悬200支予国校的师生来使用，加在用干那10支去尔，就去予检调掠着，其他的嘛拢无留去市面的，有种入倒转来。17号上午，检调人员来到云林县内一名43岁中式药局业者的徛家来搜索，在置物架顶面发现这几盒试剂。是由越南进口中国所制造新型冠状病毒的快筛试剂，是国外输入快筛试剂400剂，那流入校园200剂，目前已追回190剂，那其余的部分我们仍在持续追查。唾液的检测剂，它其实是在做这个部分，也比较舒服可以给我们做试试看，让我们做实验试试看所以他就说就捐给我们。经调查，这名中性的男子于今年8月份成为越南进口400剂，将其中的25剂交朋友试用，另外佫捐200剂予县内一间国小使用，剩的拍算以每剂230块来卖。涉嫌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讯后被告坦诚犯行，检察官以新台币3万元拒保候传，并限制住居。因为检调通知我们说有案件，那我们先配合做现场查核，看这个查核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不是许可范围内的。地检署表示，除了官校学校已经被告职员使用10剂，其他全部留顿来无留入市面。但卫生局就讲，目前县内并无配发快筛试剂予校方，但后因有公务需求，卫生局会安排离校的较近的快筛站来做公费的体检服务。嘛，呼吁各单位若要使用家用型的快筛试剂，一定要顺校外管道来买才会当使用。记者为您报道。伫咱台湾的教育程度普遍是较悬的，不过根据金融研训院去年的调查发现，讲有36%的民众对金融服务甲相关的商品是完全无了解，显示咱民众伫金融这方面的知识也要加强。买保险是件大事，但最怕的就是买错保险。李专照着推销金融商品偷领客户存款，类似这款的事件，最近几年常听到。台湾的教育程度普遍悬，不过金融方面的知识也是有待加强。根据金融研训院的调查，有36%民众完全不了解金融服务甲商品，但不了解也只有37%。我都有在，还有在找业务员去了解保险的内容，对自己比较有保障。我是觉得你有了解的话，就比较不会被骗。因为没有去找理财的话，是根本不会了解这个。那有时候看了有些金融商品，什么股票啦什么的，我们其实也不是看得很懂。随着金融商品多样化发展，民众会当选择的理财方式也日渐增加。因为除了读相关科系、从事相关职业，也是有兴趣的人之外，有不少人对金融是无啥了解，甚至是无法度为家己财务做出正确决策的金融文盲。
学者认为，除了即马的校园教育之外，政府相关单位也应该为新闻案例分析，也是知识宣导顶层面，更加积极投入金融相关的社会教育，才会当为根本上降低金融诈骗的发生率，同时也会当协助民众维护自身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介意动物的人，若是想要饲动物伴，新德市为了鼓励大家收养流浪动物，对10月份开始，民众若去新德市流浪动物所来领养流浪狗啊，就会送1年的宠物保险。动物伴若是破病去医生看，或者是住院等等，会有相关的补助。这只狗啊，撞来撞去，看起来真古锥。新德市对10月开始推出免费宠物保险，民众只要来这领养流浪狗，到头1年免费保险，望会当提升民众领养流浪动物的意愿。因为其实狗狗生病，饲主最担心就是它的身体，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钱。对，那如果有保险，有政府提供保险，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会提升那个领养意愿。我觉得蛮好的，因为现在流浪狗太多了，然后总是希望他们能够有好的就是居所，让它能够好好的生活。新德市动物收容所目前有180只狗仔，狗仔送来园区了，会先进行隔离检疫甲健康评估，确认健康了，各会注预防针，才开放民众领养。提供首年免费的宠物保险，那这宠物保险里面包含这些未来这些宠物的这个门诊啊、医疗手术啊，都会有一些这个医疗费用的补助。那我们希望通过这样子的活动，让民众可以踊跃来认养这些流浪动物。动保社提醒民众，想要领养，必须爱满20岁才符合资格。欢迎大家做伙来保护动物，尊重生命。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南港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文化馆将正式开幕，有一个新的展览，展出1930年代到今台湾的流行音乐对无共社会背景甲政权当中变化的100年历史。规壁顶大满唱片，这是人人拢讲唱家己的歌的校园民歌时期。另外，阁有2000年代流行的音乐专辑，这本本记录台湾为过去到今嘛无共时期的流行音乐历史。这次的展览呢，从1930年代到现在，有将近100年来历史的台湾的流行音乐的故事。然后希望各年龄层来看的时候呢，都可以找到属于一首自己青春的歌曲。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文化馆举办唱咱的歌流行音乐故事展，记录过去到今嘛台湾的流行音乐。文化馆嘛伫18这天正式开幕。台北市文化局讲，北流文化馆是国内第一个以流行音乐文化做主题的展览馆。这个馆主要都是谈这个所有展览跟所有比较静态呈现的这个空间。其实它的衍生性还蛮多的。这个2楼的有个特展空间嘛，特展空间除了办展览，其实也有一些的小型的发表会啊，或者什么东西的运用性，其实也还蛮大的。台北市长郭文泰伫开幕现场讲，20-30年前，台湾的流行音乐伫亚洲会使讲是带头的。希望北流成立了后，台湾流行音乐的地位会使重新提回来，加做东亚流行音乐的1/1。记者郭君郑派文台北报道。法国一个表演艺术家挑战为爱菲尼铁塔行更速，行去600公尺远的下落剧院。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这个表演来宣传后一届巴黎奥运。那天白云，法国著名的地标埃菲尔铁塔顶头有绑一条正长的钢索啊。表演艺术家内森保宁只敢靠双手甲身体维持平衡，要挑战自埃菲尔铁塔行到夏勒国家剧院，总共600公尺。徛伫咧下骹看的民众拢替伊伫咧紧张，因为钢索啊离涂骹有70公尺悬，若是无顺利滑落来，毋是伫咧滚双笑的。C'est un peu un rêve de partir de la Tour Eiffel, arriver sur le théâtre de Chaillot. Donc c'était génial. J'avais beaucoup imaginé la traversée et puis c'était bien. C'était pas évident parce que marcher 600 mètres, se concentrer avec tout ce qu'il y a autour, la pression, c'était pas facile. Moins facile que ce que j'avais imaginé, comme j'avais déjà fait. Mais c'était quand même beau. Là, je suis content d'être arrivé et de l'avoir partagé surtout. Ce qui est important, c'est de l'avoir partagé avec tout le monde. 若是行钢索啊，内森保宁抑个倒伫咧钢索啊顶头，结果徛起来，做各种高难度的动作，互别个人的目睭拢看向天顶去哩。作为后一届奥运的主办城市，抑个有替欧洲文化遗产列做宣传。
内森保龄伫大家期待下，慢慢行向下乐剧院。C'est extraordinaire, c'est chose jamais vue, c'est très poétique et vraiment impressionnant. Quand on le voit se poser, remonter, enfin, dès qu'on est en dessous, on a l'impression qu'il va tomber à toutes les secondes. Alors c'est très émotionnant pour nous, je sais pas pour lui comment c'est. 主办单位讲，这是城市环境表演行更缩啊距离上长的一遍。内森保龄讲，挑战成功袂说敢若做梦同款。不过除了这边，伫当地时间礼拜下到3点，伊会伫咧讲这条更缩啊顶头各行一遍，互更加侪人看到这场结合力加美的表演艺术，也对无同的角度重新欣赏芭蕾水。公司新闻朱宏伫张建光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还有外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